每一天步数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是9月7，耶利米哀歌3章23节安尼讲：每早起拢是新的，你的信息极其广阔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生命不断换新的天平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掌管阮心怀意念的主，你是赐福的上帝。主，你对阮应允讲，若有人踮伫基督，伊就要成做新创造的人，旧的代志拢已经过，但拢要变成新的。主啊，阮外在环境看起来，好亲像拢无改变，犹原是充满患难、艰苦甲困难，遐会缀伫阮身躯顶的压力甲重担，也犹原是遐尼沉重，拢无离开。总是你对阮讲，每早起拢是新的，每一天拢是新佮美好的开始。因为阮若是踮伫基督，就要成做新创造的人，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，但拢要变成新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咱每一天拢伫主的面前换新咱的内心，互咱成做新创造的人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